篤手指驗到血糖靚仔就放心晒？其實分分鐘心腎可能已經暗中受損緊。好多病人都淨係關注血糖，好似有家族遺傳糖尿腎病嘅美玲咁，覺得血糖正常就代表病情完全受控，但就唔知道血糖代謝、心臟同腎臟其實係環環相扣嘅，所以佢忽略咗其他高危嘅情況。血糖其實只係其中一個要留意嘅指標，但唔係全部。糖尿病引起嘅慢性炎症，同時會加速動脈血管粥樣硬化，令到心、腦血管都會受到影響。美玲情緒激動、心跳得快，就會心口翳住悶唔舒服。其實呢啲都唔排除係冠心病嘅早期警號。如果已經出現微蛋白尿或者腎小球過濾率 （eGFR） 下降，就代表腎功能開始衰退，有機會進一步發展心血管嘅問題。醫學上我哋叫做糖心腎症候群。好似戲入邊嘅美玲咁，淨係拮手指驗血糖係唔夠㗎。如果從來都冇去驗血同驗尿去睇自己嘅血糖控制同埋個腎功能嘅話，咁其實就唔能夠真實反映自己個血糖係咪真係控制得好。真正要知道自己控制得好呢，係需要透過驗血睇糖化血紅素 HbA1c 呢一個指數係反映病人過去3個月嘅血糖控制。驗血亦都係會驗埋腎功能嘅指數，同埋驗小便睇下裏邊有冇蛋白尿，咁先為之係知道自己係咪控制得好。所以我哋通常建議高危人士每年最少檢查1次蛋白尿同 eGFR。蛋白尿可以反映腎臟有冇受損，同時亦可以作為心血管受損一個早期嘅警報。而 eGFR 就可以反映整體腎臟功能嘅水平。呢啲檢查只需要抽血同驗尿，其實過程係好簡單快捷㗎。大家要留意，如果糖尿病同時有埋高血壓嘅話，風險唔係1+1等於2，而係1+1大過2，有機會大大增加心臟衰竭同埋腎衰竭嘅風險。不過大家都唔使擔心，而家有一啲血壓藥，例如係血管張力素轉化酶抑制劑 ACEI， 又或者係血管張力素受體阻斷劑 ARB， 呢一啲血壓藥都可以有效降血壓之外，同時改善蛋白尿同埋保護腎功能、心臟功能嘅功效。另外，新型嘅控糖藥物，例如 SGLT2 抑制劑，佢哋除咗可以降血糖之外，亦都可以保護心臟功能同埋腎功能。即使病人嘅血糖控制得好，或者甚至只係糖尿前期，呢一啲藥都對心臟同腎臟有一定幫助。如果併發症風險高，就要及早考慮使用 SGLT2 抑制劑。美玲嘅情況提醒咗大家，維持健康生活習慣同埋控制血糖固然之重要，但唔等於可以完全排除心腎併發症嘅風險，尤其係糖尿病加埋有家族腎病史。所以各位有糖尿病嘅朋友，你哋最近一次檢查腎功能係幾時呢？記得驗血糖嘅同時，都要驗埋腎功能 eGFR 同埋蛋白尿啦。